開始考試。哇！光頭仔第一個。我冇。中國歷史考試第一題，明太祖係邊個 ？A. 朱元璋 B. 豬油膏 C. 朱茵。朱茵。錯，係朱元璋嘅豬油餅。第二題，五胡亂華係邊胡？以下有一個答案係錯嘅，要你揀出嚟啊！匈奴、鮮卑、羯、姜、氐同埋香港。姜。你啊真係夠姜啊！答啊！第三題，乾隆嘅雍正係邊個 ？A. 老豆 B. 仔 C. 大姨媽。我記得㗎，你等一陣，我記得㗎，我嗰堂有聽書㗎。諗清楚你，威翻字俾大家睇下。係 B， 乾隆係雍正個仔。耶！飲杯，光頭仔乖啊，叻仔啊，做得好，識得錫晒啊！